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搁来话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月底，就是8月半中秋，合家团圆赏月娘，食月饼配文旦柚，心情轻松就会当解心忧。中秋送礼嘛是有学问。古早一句话讲，金仔五盘手，鼓仔五等路。道人认为讲盘手甲等路无共，要毋过若是依照古早台日大词典解说讲。等路是旅行买回来的名产，或者是拜访人的时赠的礼物。若是破手是拜访人的时赠的等路。安尼讲起来，就人认为等路甲破手嘛无啥物差别。唠台语讲新闻，时间到，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唠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。即马中秋节要到啊，大家开始烧酒，要准备来去烘肉，还是要中秋饼？讲到中秋饼，伊是一款内面有包餡的糕饼，还是点心。最近凡是大家开始有看到真侪人咧排队咧买，就是即个卵磷酥。卵磷酥内面有包豆沙，还是咸卵。佮有另外一款无共款的口味，就是即个内面包绿豆沙的绿豆泡，佮有即款是旺来酥。伊在台湾，即个旺来是大出，所以有人摕即个麦芽糕、旺来、佮冬瓜做伙煮成鸭，所以咧佮甲包起来，就变成旺来酥。有人买真济中秋饼，毋但是家己要食，嘛会送互别人。若是咱甲即个中秋饼去拜访客户，也是中赶的时阵，甲送出去，这礼物就叫做是等路。为什么叫做等路呢？咱若是去拜访别人家的时阵，主人会伫咧路面等，阮感觉即个主人等甲真辛苦咧，准备这礼物互主人，所以叫做等路。这时阵若是拜访已经结束啊，主人拄则有摕到等路，这时阵爱回礼，爱准备一个礼物，互这人客陪伴伊的手来转去，所以叫做伴手。咱若是今仔日出去佚佗，买回来礼物嘛会使叫做伴手。这礼物佫有另外一款的讲法，叫做是带手。带手就是咱去拜访亲戚朋友的时阵送出去的礼物。伫承德这个所在，带手嘛会使叫做是带手网。伴手甲等路，伫咧台湾的台语的俗语嘛会出现，亲像即句叫做是金仔五伴手，鼓仔五等路，意思是咱亲戚朋友咧来往会准备礼物去拜访，主人就会回礼来表示感谢。这个礼数有来有去，这就是人情。另外一句的俗语甲食较有关系，即句话是安尼讲的。食甜食咸，臭脚皮凉。意思是这哪食甜，佮哪食咸，三咧乌白食，你的脚皮凉，头前会生臭粒仔。即句话意思就是可能人喺食物件的时阵，就爱注意营养甲卫生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唠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，即麦来个时间交幸我移动主播。